好耐之前有一粒薯仔叫小薯，佢因為唔夠大粒，所以俾人流放返入去土入面，冇得成為搶走又好味嘅黃金薯條。因為咁樣，佢覺得人生冇咩意義，情緒低落，做事提唔起勁。我點解會咁嘅？我點解會嚟到呢度嘅？我覺得好難過，但係我唔知道要點樣表達自己。你需要探索表達自己嘅方式，並有效應對未知同埋逆境。嚟加入 Mission Rest 啦，相信你會揾到你嘅答案。我決定參加 Mission Rest， 做一粒更健康嘅薯仔。歡迎加入我哋，等我哋一齊探索啦！任務1：我和我的感受。試着搞清楚喺面對唔同事件嘅時候，你嘅感受係乜嘢。任務2：我和我自己。探索新想法，迎接挑戰。任務3：抗逆力。建立自己嘅抗逆力。我應該擁抱每一種情感，並主動為自己尋找養分。我終於揾到我嘅出路啦！我變成咗更好嘅自己啊！加入咗 Mission Rest 之後，我對自己嘅感受同埋情緒都有咗更多嘅了解。我心入邊充滿咗平靜，彷彿完全沉浸喺當下嘅美好之中。最後呢一粒小薯揾到自己嘅出路，成為咗薯仔特工，帶住更多小薯參加 Mission Rest。參加完之後，仲有豐富嘅獎品同埋收穫㗎。